一大堆的制毒工具放伫咧刑事警察局大队的门口，这是警方所查扣第3期毒品某某成品、半成品以及原料大约是200公斤。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经过2个月的布线修正，去年10月伫东山区的山内展开行动，当场抓到2位当咧制毒的嫌犯。历经2个多月搜证，得知该集团制毒之模式是以山区之公寮为掩护，制毒之周期不定。今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，并会同白河分局侦办，在台南市东山区番子岭内公寮查获正在制造第3期毒品之范闲、苏贤、何贤等2人。根据台南市刑事大队督察中心分析，现阶段毒品咖啡包市价每包500块，这次所掠到数量估算会当制成4万包的毒品咖啡包，总市价大约是2000万。未能顺利进入制毒工厂，也出动本局保安警察大队特殊警力进行攻坚。该集团制毒分工细腻，由许姓范闲等人先将毒品原料运送进入公寮，再由苏和、江城等成员进行制造第4级毒品，最后再由苏姓及何姓等成员完成3级毒品制造。2名伫现场所掠到嫌犯，经过台南地检申请法院裁定羁押了后，专案小组持续追查，陆续搁掠到其他6名共犯到案。目前涉案8人全部拢移送地检侦办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